咱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神来主，阮感谢你大的恩典，你用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站。特别阮透过你的话，明白你疼阮，将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予阮。透过伊的受苦，阮的罪得到洗清去。透过伊伫十字架顶的疼。阮明白主你疼阮，佮透过伊对死人中国我，互阮明白，阮是有愿望的人，阮会当得到永远我的活命。阮恳求主你，互阮用感恩的心，直接领受你的话，佮一遍对上帝的话来得到激励，得到更新，互阮同齐当用各我的生命来荣耀你。我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要来看这个最大的新约。咱先来看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，伊的一个背景。咱看见着讲，圣经讲当时有几个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讲，伊讲先生啊，阮愿望讲你会当行一个新约，互阮看。其实咱知影，圣经中间这经学教师、法利赛人，因其实是要来试探耶稣。因愿望讲看讲这耶稣，伊过去听人讲，耶稣行真济新约，医病赶鬼，互痴迷人得到看去，互歹骹的人会当行。咱阁有看到，互太哥得到清气。所以因听见着这新约，因想讲。安尼，你阁行一个新约，互阮看，证明你确实是弥赛亚。所以因其实是最后是要试探耶稣了，要甲耶稣作对。咱看见着耶稣出来传道的时阵伊去甲旷野的时阵，啥物人来试探伊？撒旦咧试探伊。即摆即群人变做撒旦的工具啊，咧试探耶稣。撒旦的角色换成做变做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。当耶稣面对即款的试探，伊其实心中真艰苦。耶稣讲即个时代我尔啊邪恶奸淫，我尔啊无重视，讲人对上帝我尔啊无重视啊。耶稣已经行真济新约互因看。竟然因阁要求爱行一个新约，所以耶稣来因讲无阁再有新约，除了先知约拿的新约以外，无阁再有别的新约要互恁看。咱看见着先知约拿的故事这过去牧师捌甲大家讲过，咱简单来复习一下。先知约拿的故事记载伫旧约的约拿书。伊咧讲啥物话？伊咧讲有一个先知叫做约拿，这约拿上帝爱伊去甲一个对敌的国家叫做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，去对尼尼微人传福音。因为在上帝眼中看尼尼微的人是非常邪恶、非常无好，得罪上帝。所以上帝爱这约拿起来传讲，上帝将来要审判恁。叫约拿无爱叫我去甲我对敌个国家讲审判的信息，就爱我去死嘛。所以上帝伊约拿就拒绝上帝，所以伊就坐船往西班牙的所在，想要得闪上帝。但是咱拢知影，人较有可能去得闪上帝。所以上帝就互伊即只船拄着大风影。即船顶的这真老练的这迄个船员拢真惊吓，毋捌拄着遐尼大的大风影，逐个拢跪落来求家己的性命，讲到底会发生遮尼大的代志。后来约拿就家己承认讲，我来因讲啦，我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，连这风影海洋嘛是伊创造的。我即马得罪伊啦，我咧得闪伊。即群船员听着讲，哇！你做啥尼大个代志，你竟然阁甲就即只船，害阮拢要
对你赔性命，吼。啊，结果这船员就想要船过去岸边，但是无法度。最后约纳就讲：啊，无你留我等咧水内底啦。啊，这船员吼，当然是无法度啊，吼，无处理这约纳吼，连家己嘛会丧失性命，所以就约纳等咧水内底。啊，结果上帝就互伊海面平静落来。那上帝佫差遣一只大只鱼，将约纳食入伊的腹肚内底。约纳伫伊的腹肚内底3暝3工。后来吼，伊就伫这大只鱼的腹肚内底祈祷，祈祷了，上帝知影伊有反悔，然后伊嘛愿意顺服伫上帝的心意下面。虽然真毋甘愿啊，但是伊知影伊无法度得闪上帝。所以上帝就叫这大只鱼将这约纳吐伫这岸边，约纳就去到这个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去传讲上帝审判的信息。啊，头起伊嘛毋相信，讲伊讲了后，大家就悔改。无想到伊一讲了，规个尼尼微城的人，对国王开始到平凡的百姓，每一个人拢悔改，因为因看见约纳本身就是一个新掠。约纳是一个无顺服上帝的人，但是伫上帝的即个权柄下面，伊愿意改变来顺服。所以看见即个无顺服的人后来顺服，这就是一个新掠。所以因也愿意悔改，来甲上帝面前承认家己的错误。啊，所以耶稣讲，即个约纳捌伫大鱼的腹肚内3暝3日，人子也要伫地下深的所在3暝3日。这是上帝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第3天，对死人中死了后第三天对死人中搁活。虽然看见到这段经文，耶稣用这个譬喻来说明。接续咱来看吼，接续咱继续来看，就是耶稣咧讲一件代志吼。耶稣伫遮是用一种对比的方式咧讲。尼尼微人听见约纳所传播的信息，因明白约纳即个无顺服上帝的人，后来悔改顺服上帝，这就是一个新掠。所以尼尼微人也悔改，相信上帝。耶稣其实是咧讲吼，伫即个社会世代，你要看啥物货？那耶稣基督死，然后第3天对死人中搁活，这是上界大的新掠。恁看到这，恁敢真真正正会当悔改呢？耶稣已经行真侪新掠伫众人的面前，但是大家看见到耶稣所传的、所做的、所行的，却无动于衷啦，一点仔嘛无感觉。所以耶稣讲，无搁再有啥物新掠要互恁看。上界大的新掠就是耶稣基督要对死人中搁活。咱通过这段经文吼，咱来思考几项真重要的信息。今仔咱等下要有人要洗礼，也要进行圣礼典。但是牧师这个时阵要传讲是非常重要吼。我会真简单讲，但是这是对咱信仰非常重要一个信息，大家爱用心来领受。第一个就是讲，上界大的新掠的对象是啥物人？就是这个社会的世代所有的罪人。所以耶稣讲，这个时代我尼啊邪恶，对上帝我尼啊无重视，恁竟然要求我行新掠互恁看。无除了约纳的新掠以外，无搁再有别种的新掠。所以咱看见着这段经文吼，对咱讲，上界大的新掠，就是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这个新掠，其实就是安那，伊的对象就是要互所有的罪人啊。啊，啥物人是罪人？每一个人拢是罪人嘛。咱是活踮伫一个社会的世代，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。无一个人是义人，所有的人拢是罪人。所以上界大的新掠的对象就是你甲我，就是
所有咱会当看到的人。这咱明白哦，耶稣基督的信仰是要对所有的人带来拯救。咱看见着，这个世代真真正正需要福音啊！咱昨伫教会中间有2个真大的组织吼，大家拢真清楚。咱伫下晡的时阵，上年部的例会吼，春季例会伫咱遮举行吼，拢总550个人参加，吼，所以规个礼拜堂坐甲满。下暗的时阵吼，下暗的时阵，青年人伫咱遮聚会。原本底吼，我咧想讲吼，青年人聚会吼，伫台南中会大概吼，拢几百个尔，吼。顶回共一个讲师哦，伫大公教会分享信息，200几个人聚会。所以我就来因讲吼，讲恁想讲按算有偌济人啊？青年部的部长吼，就是咱的盛文吼。盛文讲800个，我心肝偷笑。讲较有可能，过去都200个尔，即摆较有可能800个。我迄天甲几个青年人去搬椅啊，吼，搬椅的时阵，我讲恁来评估看有几个？因看我的面色，一个要300，一个要400，吼，搁一个有来要300。我来讲吼，牧师互青年部一点面子要500。结果昨个夜来1030个人，1030个人啊！我惊啊要死，我惊讲哦，因为顶面吼坐满人啦，下面嘛拢坐满人，坐甲满出来吼，满去到对面吼，咱临时搁用对面的所在互人坐，拢总1030个人。牧师看到即群青年人吼，来遐组织，我实在是真感动啊！我看到即世代少年人吼，咱想讲即世代少年人大概对即款福音的代志较无兴趣啊。特别咱讲长老教会，拢是搁长搁老的教会嘛，对无？吼，少年团契550个，我相信啦，因为大家少年团契较侪人嘛。无想到青年人是少年团契的一倍啦。我看到遐少年人，因伫遐听连家恩医师咧分享伊去甲非洲所做的代志。我看见着连家恩医师咧来分享，特别是对圣经中间所带来福音信息的时阵，遐少年人将手举起来，讲我也决志，我要跟对耶稣基督安尼行。咱袂当想象讲，就讲我看到迄个场面的迄个心中的激动啊！我看见着咱下一代的愿望，我嘛看见着咱教会设立的目的，就是要互遮个青年人会当归向耶稣，互遮个青年人会当将福音也传播出去，互因的同学，互因甚至因家己的父母会当领受即款的福音。这就是教会设立的目的了。我昨来讲吼，我感觉吼遗憾的代志吼，是咱教会去了上细经了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来明白，最大耶稣基督行这最大信仰的对象，就是这个世代所有的人，包含年长的人，包含年轻的人，每一个人拢是罪人，拢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咱会真清楚，所有的罪人拢需要，咱爱赶紧将这款的福音传播出去。那安尼咱来看，最大信仰的内容是啥物？耶稣讲，约拿捌伫大鱼的腹肚内3暝3日，人子也爱伫地下深的所在3暝3日。咱顶礼拜，咱就有经历迄个受难周嘛。特别是咱伫拜五的时阵，伫教会中间有演一个音乐节、音乐礼拜。伫这音乐礼拜中间吼，我看到真侪人感动啊。因为咱包含咧看的人，包含咧演的人，
真侪人拢透过即个音乐节、音乐礼拜，去体验着耶稣基督安怎为咱受苦。所以音乐礼拜的最后，牧师爱大家将家己的名写起来，搭伫迄十字架顶，亲像咱旧的咱已经甲耶稣基督共顶伫十字架顶，因为耶稣基督疼咱，为着咱放下性命。所以耶稣为咱受苦，然后伊毋是干那为咱受苦，伊是上帝，因为伊为咱受苦。所以上帝提升伊、高举伊，互伊会当得到荣耀的国活。上帝就互伊国活来高举伊，拄啊亲像保罗先生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到11节中间所讲：耶稣基督原本得有上帝本质，但是伊无滥用上帝的同等的特权，反倒当伊放弃一切，成做人。所以既然成做人，伊就甘愿卑微，顺服到死，而且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上帝高举伊，互伊伫天顶做王，互伊对死人中国活。所以每一个宣认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拢做伙来学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恩典。这就是最大信仰的内容。第三项，咱来看最大信仰的目的，就是啥物？就是要帮助咱脱离罪恶，得到救赎。所以信仰的目的是为着互咱，是为着咱。耶稣基督所行信仰，就是互每一个人会当透过耶稣基督，相信耶稣基督来脱离罪恶，互咱的性命得到改变。牧师之前有讲过，咱信仰已经讲13讲。信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人透过信仰来恢复甲上帝的关系，互人看见上帝的权能，来敬畏上帝，愿意专心反悔，来归顺上帝。这是信仰最大的目的。最后，咱来看信仰最大信仰的领袖。咱要领受最大的信仰，就是爱诚心悔改，因信称义。这耶稣讲伫审判的日子哦，尼尼微人爱徛起来控告恁这代的人，因为因听见约拿的宣道，就弃邪归正。伫上帝眼中看尼尼微人是犯罪得罪上帝，但是因看见约拿的悔改。听见约拿所传讲的信息，因就弃邪归正。耶稣讲：伫我的身上，恁会当看见比约拿更较大的代志。伊阁继续讲，审判的日子，南方的女王吼，咱主要爱去看即个《列王纪上》的第10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这有记载南方的女王就是示巴女王。伊听人讲，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，上帝赏赐伊智慧，所以伊带真侪人来到，带真侪金银财宝来挑拣所罗门王。然后伊问所罗门王问题，所罗门王拢详细来回答。所以对所罗门王的智慧中间，去看见着上帝的伟大。耶稣讲，耶稣所传讲的信息。减无比所罗门王的知识较有智慧吗？所以你听过耶稣基督所讲的教训，减袂反悔吗？所以咱明白啊，耶稣的意思就是讲吼，恁要求一个信仰。耶稣讲，我就是上帝的信仰。恁减无会当晓悟吗？尼尼微人会当接到约拿的悔改？约拿所传的信息来悔改，示巴女王会当因为所罗门王的所讲的智慧来认捌上帝的伟大，恁竟然吼，亲像痴迷同款，看袂到真理，所以将来听无信耶稣基督的人，要受到极大的审判。这是耶稣基督对咱讲。
咱感谢主，阮的耶稣基督所行的新约记载伫圣经中间，咱会当透过这个新约去明白上帝伟大，也明白上帝真心疼咱，伊将伊的囝奉献予咱，咱来透过伊来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诚心悔改，因为信，咱就会当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。咱拢捌唱一首诗歌，叫做《奇异恩典》，奇妙恩典。咱每个人拢会晓唱这条诗歌。这条诗歌的作者叫做约翰牛顿，约翰牛顿。这个人，伊原本就是一个惊真侪歹代志的罪魁啦。伊去非洲掠遐黑人，等欺骗，然后等运到英国的所在去卖掉。吃喝嫖赌，伊拢会晓。生命是真误会拉伤，但是后来伊经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恩典，伊完全改变。伊知影伊过去所做的是一切是错误的。伊当伊得到上帝奇妙的恩典了后，伊整个的人翻转，伊开始为着伊过去所做的罪来反悔。伊也愿意我靠耶稣基督来得到改变。后来伊才做一个牧者，伫伊牧养的教会中间有一个人叫做威伯福斯，这人是英国的上届少年的国会议员。后来伊就鼓励这个国会议员，伫英国的国会中间推动讨办黑奴的这法案。后来伫真侪伊的谈判的努力下面，英国宣布要解放黑奴。所以咱看见着即款的影响，一个悔改的人，伊会当为真侪人带来大的祝福。咱伫国外这个时阵，咱感谢主，互咱会当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来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咱上时也明白咱家己的责任，用咱悔改了的性命做见证，互搁较侪失丧的灵魂会当得到挽救。愿上帝亲自赐福互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大的恩典，阮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福音，互阮会通得到讨放，得到自由。阮恳求主你赐福，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坚定阮的心志，用阮的性命来为你做见证，挽救搁较侪失丧的灵魂。求主赐福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